大家好啊！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5月21號星期三，繼續同大家睇二手樓宇嘅成交個案。今次我哋嘅主題就係納米樓。二手樓市蝕讓嘅情況惡化。根據利嘉閣地產研究部最新嘅報告顯示，今年第一季二手私宅錄得有1882宗虧損嘅個案，佔比增加去到36%。同上年第四季嚟講呢，亦都升咗2個百分點。以宗數去計，就係09年第四季以來大概15年半嘅第三多，反映冇辣椒制約同埋經濟未穩定之下，蝕讓情況仍然普遍。分析亦都預料樓市暫未有明顯利好嘅因素，將會窒礙次季轉手獲利嘅比率。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個頻道，俾多啲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喺內容方面，包括咗有經濟、地產、文化、健康、飲食。另外，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 希望大家可以 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。另外，如果你見到喺我嘅 YouTube 有廣告，亦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作為支持啊。納米其實係嚟自呢量度單位 Nino。坊間指嘅納米樓一般就指實用面積大概100幾尺至到200尺度，細小面積嘅物業單位。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對於最小單位面積嘅分類，就係指20平方米以下，大概係215平方尺以下嘅說法。納米樓盛行期大概喺2010年之後嘅10年左右，期間出現多個實用面積介乎150至到190平方尺嘅納米新盤單位。其中一個就係位於屯門嘅樓盤單位，較令人印象深刻就因為佢嘅面積只係128平方尺，我哋叫佢做龍床盤。早年發展商就喺屯門推出咗清準不足130平方尺嘅單位，被坊間稱之為龍床盤。相比134尺嘅標準私家車車位，呢個龍床盤只係有128平方尺。當時發展商更加稱為皇帝都係瞓龍床，坊間於是就會有所謂嘅龍床盤出現啦。當年屯門清駿嘅龍床盤入場費只係174萬，之後市區亦都出現咗有相近龍床盤嘅物業單位，就好似長沙灣嘅 Ava 228，只係比清駿多咗1平方尺。以屯門嘅清駿為例，開放式單位實用面積128平方尺。呢個龍床單位扣除咗名廁、開放式廚房，真正可以用嘅地方只係得88平方尺。樓盤一層就有29伙，可以話密度非常高。當大家可能早上邊要搭電梯，又或者放工嘅時候要返屋企，哇，真係好親密啦！當樓市被睇淡之下，最先受影響嘅就係呢類嘅龍床盤。雖然龍床盤細，但係一樣會吸引到投資者收租。舉個例，21年11月清駿高層單位實用面積168平方尺，每個月就以8300蚊租出，實用尺價當年係49個4。首先第一個我哋睇嘅就係長沙灣嘅嘉一，呢個納米單位就以340萬賣走，6年持貨，最後呢個單位貶值超過30%。嘉一就位於長沙灣元州街342至到356號，入伙日期係2021年4月開始，可以話一個比較新嘅樓盤。嘉一係一個單堂式嘅樓宇物業，提供單位200個，實用面積就係199至到去479平方尺。嘉一亦都設有會所、運動設施、娛樂設施，交通便利，因為鄰近就有港鐵嘅長沙灣站。市區嘅納米樓市場仍然都係有大幅蝕讓嘅個案。我哋今次睇嘅長沙灣嘉一單位就係低層 H 室，實用面積226平方尺，係一個開放式嘅間隔納米樓。呢個開放式嘅納米單位原叫價345萬放盤，依家後微微減5萬，成交價係340萬。計翻折合實用尺價15044蚊。至於呢個尺價已經係屋苑嘅新低紀錄。至於原業主呢，喺2019年大概就以504萬買入呢個納米開放式單位，持貨6年之後，而家轉售賬面就要虧損超過164萬。呢個單位貶值都有33%，又係嗰句。計埋其他使費，相信樓價就唔見咗40%啦。
接住我哋再睇黃大仙嘅鑽嶺市區嘅納米樓造價越嚟越低，一個鑽嶺嘅開放式單位最後蝕讓價230萬賣走，尺價由原本2萬變成呢家12000。6年持貨嘅物業最後亦都賬面唔見咗150萬，貶值接近40%。據指鑽嶺呢個開放式蝕讓單位就係高層 F 室，實用面積198平方尺，係一個開放式嘅間隔單位。呢個開放式單位就以250萬易手，折合實用尺價12626蚊。原業主當年喺2019年就以400萬買入呢個開放式嘅迷你盤，持貨6年，而家轉售賬面就唔見咗150萬，單位就貶值接近40%。資料顯示呢個單位一手嘅業主喺2015年買入，當時造價363萬5千，換言之，易手呢個單位已經跌穿2015年嗰個開售價啦。半新盤納米樓屯門嘅提案，亦都錄得有大額嘅蝕讓，最新連續錄得有2宗蝕讓成交，4年之間樓價就冇咗一大半。開放式單位就以208萬賣出，尺價1萬蚊都唔到，只係略高於同類市價1成。不過原業主4年前一手買入，賬面就要勁蝕超過245萬。呢個單位嘅蝕幅都高達54%，可以話點止腰斬啊！提案就位於掃管笏管翠路，發展商係中國恒大，所以佢之前呢就叫做恒大君龍灣。入伙日期係2020年12月開始，全數有2期發展，由8座樓宇、洋房22間組成，總數提供1982個單位，實用面積就由201至到大單位2420平方尺。市場消息指成交單位就指提案2期 A 座高層 F 室，實用面積228平方尺，係一個開放式嘅間隔單位。呢個開放式單位最近就係以208萬易手，計翻折合尺價1萬蚊都唔到，只係9123蚊。資料顯示提案喺4月曾經錄得有2宗開放式嘅二手成交，尺價就係由8018至到去8036蚊不等，即係話今次單位嘅尺價已經接近同類單位高出咗13.7%。原業主喺2012年以一手價453萬買入呢個開放式單位，計數持貨只係4年，而家轉售賬面就唔見咗245萬。呢個單位可以話啦，大蝕讓貶值咗54%。樓市蝕讓個案係不斷湧現，尤其係細價納米樓。屯門清駿就係以209萬賣出，6年持貨嘅物業，最後賬損都11萬7千。清駿就位於屯門新墟青棉徑2號，入伙日期係2019年3月開始。總數有356個單位，實用面積就由龍床盤128平方尺去到794平方尺。成交單位就指清駿高層30室，實用面積141平方尺，係一個開放式嘅間隔單位。至於新買家係內地客，以一筆過付批形式，就以209萬6千買入呢個單位，尺價14865蚊。由2019年持貨至到而家賣走，足足呢個單位都貶值咗11萬7千蚊。真係近年呢納米盤蝕讓一個接一個，樓市連跌咗3年，納米樓可以話亦都成為咗蝕讓重災區。我哋再睇嘅就係粉嶺高爾夫御苑8年持貨嘅物業，單位就唔見咗4成。至於河畔花園4年亦都勁蝕超過3成。高爾夫御苑就係位於上水青山公路古洞段88號，發展商恒基兆業，入伙日期係2019年5月開始，總數有8座樓宇，洋房25間，提供59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就由276至到去3062平方尺。
高爾夫御苑嘅交通便利，鄰近就有港鐵嘅上水站。市場消息指成交單位就指高爾夫御苑7座低層芝室，實用面積280平方尺，亦都係一個開放式嘅間隔單位。上述開放式單位原叫價368萬放盤，多次調整價格，最終就以288萬成交，計翻折合尺價10,286蚊。至於河畔花園一個實用面積242平方尺嘅單位，持貨4年，帳面就損失165萬，又係唔見咗30%樓價嘅成交個案。至於原業主早喺2017年以超過452萬買入呢個開放式細單位，持貨8年之後轉售，帳面就虧損咗164萬，單位就貶值咗36%。河畔花園就位於沙田大涌橋路20至30號，發展商係恒基兆業，入伙日期係1984年9月開始，總數有6座住宅大樓，提供1584個單位。至於實用面積全部都係細單位，由242至到去269平方尺。河畔花園交通便利，鄰近就有港鐵嘅沙田圍站，附近購物亦都有河畔花園商場。沙田呢個上車屋苑河畔花園亦都錄得慘蝕個案，單位就係一個實用面積242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只係以323萬賣出，尺價13,300蚊。據了解，原業主喺21年就以488萬購入上述單位，當年尺價高達20,165蚊。大概持貨4年，帳面就唔見咗165萬，蝕幅都去到33.8%。但係如果計埋使費成本，應該實蝕去到188萬，係4年唔見咗接近2球啊！近年嚟香港納米市場出現咗唔少蝕讓嘅個案，尤其係今年呢啲小型嘅住宅單位嘅價格波幅，亦都引起咗市場嘅關注。據報道，有部分嘅納米業主因為市場調整，冇辦法之下都要低於購入價出售物業，蝕幅甚至可能係達到20%或以上。依類嘅納米樓蝕讓成交真係唔少。最近長沙灣曉悅一個開放式單位就以280萬賣走，較原業主喺14年買入價351萬5千，足足又唔見咗71萬5千，蝕幅都高達超過2%。另外長沙灣 AVA200一個中層單位亦都出現咗有蝕讓，原業主23年就以238萬買入，最後就以229萬賣出，換言之，亦都短短時間佢又唔見咗帳面9萬蚊啦。至於深水埗 AVA61一個開放式單位就以256萬成交，尺價17,667蚊。原業主持貨5年，而家賣走單位，帳面又貶值咗18.5%。香港樓市自2021年起至到而家都差唔多累跌咗接近3%，何況納米樓啊？其實納米盤點解蝕讓咁犀利？可能都同供應增加、競爭激烈有關。近年嚟，香港嘅納米樓蝕讓持續，曾一度被視為上車盤，但係近年大量同類型嘅單位湧現，市場對於納米盤嘅供應真係唔少，導致到價格下跌。另外，二手市場流動性低，亦都可能造成納米樓點解蝕讓咁多。納米樓空間狹小，設計亦都未符合長遠居住，導致到二手市場接貨者亦都唔多，轉手造成困難，容易被逼減價求售。另外，按揭亦都有限制，估價又不足。銀行對於納米樓嘅估價一向都偏於保守，加上納米樓真係面積太細，有機會唔符合按揭要求，導致潛在買家需要付更高嘅首期，進一步亦都削弱咗對於納米樓嘅需求。可能同租金回報未必咁理想有關。雖然有部分買家就以投資收租作為目的，但近年租金未必能夠支付到高樓價。就以納米樓嘅租金回報嚟講，可能亦都咁樣削弱咗投資者嘅吸引力。整體嚟講，香港嘅樓市都仲喺度調整緊。而家樓市整體亦都轉弱，尤其係利率高企，
經濟唔明朗呢啲因素亦都不斷增加，令到原本高風險嘅納米樓更加容易出現到蝕讓嘅情況。再者，投資者嘅心態亦都轉變緊，有部分早年追捧納米樓嘅買家，尤其係短炒投資者，喺市況轉差之下都難以獲利，最後可能就係選擇蝕讓離場嚟止蝕啦。最新嘅市場分析，高盛預測香港嘅樓市喺今年年底會見底。另外，地產發展商目前持有嘅庫存都係喺正常水平嘅2倍，所以預計都係會以去庫存為首要目的。新盤低價吸客，自然二手就受壓，加上納米咁多限制，咁究竟點樣去面對？真係要睇睇個市場繼續點發展啦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有關納米樓嘅信息，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Buy me a coffee，令我有多啲力量啊！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